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以斯帖记第1章第1节到21节，使徒行传第4章13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同心祈祷。祈祷的内容大约会当分做5个段落，但是这毋是规定吼，是讲咱嘛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。但是分做5个段落是种会提醒，或者是讲帮助咱学习祈祷的一种规律甲方法啦吼。这5个段落，咱基本上会当分做学乐、感谢、悔改认罪、替别人来求，以及为着家己来祈祷恳求。另外，祈祷也分做2个大类，一个是私祷，就是个人的祈祷；另外一个是公祷。私祷意思是就亲像耶稣基督伫咧论祈祷的时阵，伊安尼教示军队者讲：恁祈祷的时阵，着爱入去内房，甲门关起来，祈祷你伫暗中的老爸，你的天父伫暗中咧查看，必然会应答你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6节。另外一种是公祷，就是咧讲2个或者是2个人以上同心的祈祷。真侪时阵，咱咧讲礼拜的祈祷，这是公祷。耶稣基督也捌针对这个来讲过。伊讲：我搁甲恁讲，若是恁中间有2个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求什么？这个求什么就是咧讲祈祷啊！我天顶的老爸就要为着因来成全，因为无论伫倒落有2-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迄个所在就有我伫因的中间。这是伫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到20节所讲的。这有2个无共款的角度。牧师时常听人讲，牧师你着爱对阮祈祷啦吼，牧师你的祈祷吼上有功力啦吼，听起来敢若讲咧练功夫吼，功夫较好安尼吼。也看到真侪基督徒咧追求有名的牧师、神医，也无管会有即种的想法的存在。根据圣经，其实咱找袂到任何的经文讲论着讲牧师的祈祷才有功效，无咱找袂到或者是讲会友的祈祷拢无功效，类似安尼经文伫圣经其实无，意思就是讲迄毋是圣经的教示。但是当咱看见马太福音18章的经文讲到，伊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伫地面上所困縛的，伫天顶也要困縛；恁地面上所偷放的，伫天顶也要来偷放。这是会通讲非常有宽平的一个提醒。伊讲，只要恁伫地面上所困縛的，伫天顶也要困縛；伫地面上所偷放的，伫天顶也偷放。所以这个亏力真大哦。但是咱注意甲看，耶稣在讲即句话的时阵，伊的对象是门徒。咱当看18章的第1节，开始的所在。一群军队搁在学习中的人，因并还未讲所谓的出师。重点是后壁迄2节，就是拄则已经讲过。我搁甲恁讲，若是恁中间有2个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求什么，
我伫天顶的爸就为因成全。因为无论伫倒落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自执，迄个所在就有我甲因三角伫地。唯一的条件，毋是什么人祈祷求什么的，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。请咱会记得这个重点。所以牧师必须搁一再强调，圣经无有讲什么人的祈祷一定有功效，但是爱真做一个有实践力的基督徒。所谓的有实践力，就是爱愿意甲人同心合意。那安尼时阵，咱所有的人的祈祷都拢有功效。伫正主日，牧师伫即个礼拜即个讲道的中间，也提醒兄弟姊妹，信心内底无专家，就连着亚伯拉罕伊也做毋得，也拢会软弱；就连大卫王伊嘛会犯错，就也摩西伊也会得罪上帝。牧师嘛需要被关心以及带导的。基督徒信仰上真难得到的是，毋是迄个名目的祈祷，也是讲倒一个神医的医治的权能祈祷，拢毋是，是就是讲伫迄个想事救恩的上帝面头前，咱会使同心合意。好啦，亲像诗篇133篇的经文来讲，看兄弟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好，是何等的水。这亲像迄贵重的油，管阿伫亚伦的头壳顶，流甲伊的后枪，佮流甲伊的衣裳，佮亲像叶文山的甘露，降落伫锡安山。因为伫遐有耶和华面顶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同心合意的一群人伫主的面前，会通感动上帝，会互上帝欢喜。特别当教会咧面对真大的议题，有争议的议题，伫事工顶悬有困难的时阵，咱所要追求的绝对毋是投票表决来拼输赢，乃是咱需要同心合意的祈祷。使徒行传第4章记载彼得被掠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受审问，然后伊讲一篇道理，事实上这篇较像是伊的见证啦吼。彼得是受掠的原因，是因为伊甲约翰对圣殿出来的时阵，伊伫一个生落来就摆骹的人，或者祭司，或者经学师，互遐个法利赛人面子拢挂袂了，因此因受审问。但是当彼得做见证了后，互因更较为难，因无想要承认因的溃烂。但是却无法度否认，因为这个摆骹甲医治的信仰是确确实实的一个事件。也有人讲，你看彼得就有较有气力啊，因为伊是亚述后生啊，伊功力较好啊，伊是使徒的班长啊。但是请咱注意看，彼得甲约翰行新约的时阵，伊安怎讲？伊讲金甲银我拢无。只有将我所有的互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。这是使徒行传第3章第6节。彼得讲，我什么拢无，伊也无钱，伊也无才调，也无气力，伊所有的敢若有一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你就会当得到医治。所以绝对毋是因为彼得较有气力，咱会记得门徒捌因为无法度医治一个
犯即、个羊形的囡仔的故事嘛。迄老爸讲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伊害羊形的病真苦，定定跋倒伫火呢，跋倒伫水呢。我带伊到你的门徒遐去，因煞袂当医治伊。耶稣讲：哎呀，这无神阁背逆的世代啊！我伫恁遮要到第时呢？我忍耐恁要到第时呢？将伊出来我遮吧。耶稣就勒骂迄个鬼，迄个鬼就出来。对打了后，囡仔就被医好。伊伫的权柄来自伫上帝，来自伫基督。落尾接续门徒问基督是安怎因无法度赶出鬼？耶稣基督的回应是因信心无够。耶稣并无讲恁气力无够，信心是倚靠上帝，气力是倚靠家己。伫基督的中间，咱需要献上感谢。好像亲像受医治的人，通常拢真欢喜，骹动手动即个对上帝来献上感谢。当时基督徒听到彼得甲约翰因的见证了后，因就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同心合意对上帝献上感谢甲学乐。这是咱基督徒所需要学习的基督徒品行。